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8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气象署下晡2点半发布北海地海上风台警报，风台拜六礼拜会上挖近台湾。天气前阵于早起熄电，过1点钟才开复供电。台电表示讲，是因为行政院内部的设备异常，因为等下进行限供演习嘛引起关心。台北都有托儿中心红标讲，囡仔食过期的食物，批评市政府处理的态度是无要无紧。市长蒋万安嘛，都拢有稽查，无发现问题。来看今年第13号风台北海地是愈来愈挖近台湾，气象署嘛伫下晡2点半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明仔载到初10的早起是风台上接近台湾的时阵，咱来听气象署上新的说明。气象署在下午2点半的时候发布了今年西北太平洋上第13号台风中度台风白海豚的海上台风警报。由于它的暴风圈即将在明天下午影响到台湾的北部的近海，所以目前我们针对北部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从路径前视预报上也可以注意到，台风中心它可能移动的位置会是在这些区域。好，所以未来我们会观察它在经过北部海面的时候，它的台风路径是不是会比较偏近我们？就我们的观测上显示，从新北市一直到花莲、宜兰还有台东的浮球，已经观测到1.5米到6米的长浪情况。提醒大家，从今天一直到下星期这段时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绿岛、兰屿以及横穿半岛都会有长浪的情形，马祖也是一样。甚至在周末假期，台风更为在北部海面移动的时候，连中部以北的沿海和澎湖也会有长浪的现象。今晚上开始，澎湖、金门、马祖啊，西半部地区甚至东北部地区，可能断断续续有些降雨的情形。那当然，最明显的降雨情况就是在周末台风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在这2天，我们可以看到雨区扩大了。我们也预估，在中部的山区、北部地区可能会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在台中以北的山区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另外，明天在东北部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性大雨，而到了星期天的时候，连中部平地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那当然，这样的降雨情况会等着台风到下星期逐渐到中国的时候，降雨才逐渐的缓和下来。除了明显的我们刚提到这些地方有明显降雨以外，目前台风有时候会带来瞬间强降雨情形，这些也要特别的留意。受到北海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东部海边啊海影已经愈来愈大。台东成功外海早起嘛已经出现6公尺半的大影，市区的大排水沟啊、雨刷拆掉的水倒机拢甲弄残淹掉。气象署已经伫下晡2点半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台东往来离岛的渡船早起嘛已经载2000外游客返来本岛，离岛的民生物资嘛拢先载过去咯。一阵大影拍伫台东富光渔港的波环海坡庆真悬。气象署监测到成功外海出现6.5公尺的悬影，离岛客轮业者早起赶紧接驶来回离岛八邦班次，将2000外名游客载返来本岛。不少游客原地安算礼拜才要返来，无场地煞拄到风台，只好提早结束。那离岛的民生物资嘛，利用早起的船班运补。因为船就是提早要关，然后就是没办法过来，所以我们就先提早回来了。还好啦，改去垦丁啦。因为北海地风台接近，台东市区沿海嘛出现一阵的大影，中影甲海沙冲入来，甲市区的大排水沟出海口拢塌掉咧，流不出去，搁溢流。强拄强，即马搁是第2期园仔灌溉用水的高峰期，发生排水溢流，几落区园仔拢插好啊，所淹水，搁流伫附近的邻家厝。这里的土堆它延伸太过去，造成那个水流没有办法流出啊。来到下水袂死啦，你若讲过来就会死。那因为这段时间我们用疏导的方式，那会等台风过去之后再把它全面挖开。官府表示，目前会先请农水署台东处甲灌溉水闸门早起来降低排水倒溢的灾情，嘛呼吁民众风影哪来哪强，暂时是先莫挖去海边啊。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年低岩油的风波，佮继续炭烧。卫生福利部公开7月7日专家会议的记录，会议结束，政府决定使用问题油比例无超过20%，产品唔免落价。中年公司专程参加会议。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宗良早起是表示讲，20%的落价标准是依照专家讨论了的决定，嘛认为讲台中市政府嘛应该完整来公开7月13专家会议的记录。
中联已经提出复工的申请，台中市政府是认为目前各有疑虑，无同意。因应中联李甘油的风波，卫福部进行完整公开7月初4专家会议记录。这场会议了后，政府决议使用问题油比率若比20%较低业者，唔免甲产品落价，而且中联公司高层专程列席，引发外界议论。对此，参加会议专家之一，台大教授苏南仪是讲到长工的情形，表示专家先开会，认为有必要互中联来报告，才互中联的代表立场说明。不过会议当中无当场决定20%敢要落价，最后有关是由政府决定。署长他还要去跟部长报告，所以其实都没有做成任何的决议了。卫福部长赵宗良初次出席活动的时强调，20%落价标准是根据专家会议记录、科学讨论了后的决定，要若转变成无论高度偌济拢落价，这是政治决定。伊也话声，台中市府应该完整公开7月初3专家会议的内容。台中市政府也公开完整的公开7月3号他们所召开的这个会议的内容，让大家来检视，一样的来检视7月3号做成的这个会议记录的结果。那么为何能够在7月5号，那么就急着要求我们食药署陪同前往做复工的查验？关注我，比关注全国2300万民众的食安还更多哈。不过我还是衷心的建议总统那迅速的带领我们的国家团队，赶快把我们现在沙拉油里面的苯醛比致癌油的问题可以解决。中联油脂沙拉油防验出低甘物苯醛比超过标准，予台中市府罚累积新台票600万，并且下令停工，到今已经1个月过。传出中联公司伫7月31提出复工的申请，加改善的内容就令杀科黄豆的原料。不过台中市府认为中联无理清风扇失效真正原因，也无提出复工了后安怎有效解决人为甲系统空碰等等3大关键问题，所以甲申请驳回。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梅山乡的原村制油厂，防验到烤地油的苯醛比超标，嘛影响到在地其他的烤地油。梅山地油生产合作社是强调讲，因甲原村油厂是无任何的关系。而且讲因3当前就开始做苯醛比的检验。梅山老家的业者嘛讲，因这油用的原料拢是家己种的，爱消费者唔免烦恼。将烘好的烤地纸倒入去油车内底，经过煎油过滤的过程，豆豆仔来收集蒸出来的烤地油，这是梅山乡大坪老家烤地油的生产过程。业者讲，因的烤地纸拢是在地种的，用传统的方式来煎油，虽然较慢，不过生产的过程拢看得到，民众会当放心。也有买的啦，自己种的没有那么多啦。对呀。那都是买我们当地的。对呀，对呀，对呀。这个都3次10次都下来了，你看我们都有控制时间，一个人在那边顾，时间到我们就下来了。因为嘉义县梅山乡有制油工厂，互验出苯醛比超标，检调单位来追查来源。梅山生产烤地油的，拢烦恼会受到影响。这种梅山地油生产合作社为着要保护商誉，伊就提出相关的资料，并且因甲出问题的工厂无任何关系，而且强调为3当前就家己咧做苯醛比检验。我们其实在3年前的时候，我们就配合去做一些检验跟自主的改善，所以我们那时候去改善一些设备啦，改善一些检验报告啦，我们其实已经追查3年以上了。合作社表示，这个事件已经对因的生意影响2成到3成，出面来澄清，嘛是希望社会了解代志完整的经过。所来除了配合检调单位的调查以外，阁会将伊食品检验的相关结果放伫列册顶面，希望互消费者会当安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台北市幼儿园虐待儿童的事件接连续发生，即马阁有民进党议员表讲，有一团的托婴中心，哪像互囡仔食过期的食物，批评市政府处理的态度无要无紧。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是强调讲，社会局过期半冬稽查4届，是拢无查到有过期的食品，嘛强调讲，若有业者互撤销执照，搁再换名立案会来挡法。
的来接下这个礼物。我们前面穿背心的大哥哥，区落来甲礼物送予参加市府亲子日的小朋友。台北市长蒋万安甲员工的囡仔做伙来佚佗，嘛甲各局处的家属来翕相。啊，毋过最近台北市私立幼稚园苦毒囡仔案件继续咧滚价。虽然出代志的分校设立的许可去用废止啊，也毋过集团下骹的托婴中心搁去用亚康讲，好餐像是摕过期的物件去互囡仔食，互民进党议员批评市府放外挂。这就是夏利斯集团给孩子吃的。我们可以看到有黑色的蔬菜。他们发生问题总是会轻轻放下，他们总是知道台北市政府相关单位何时会到他们园去稽查，所以他们违法违规的事情都可以事先的准备好，不被检查到。不过，车达社会局到现场稽查的时阵，无发现过期的食物。啊，那干事辈就讲，虽然市府讲这是无场地的稽查，也毋过集团的负责人已经伫现场咧等待，质疑市府咧暗号。在议员临时要求之下前往现场，也没有看到任何过期食品的存在，也绝非如议员所言，我们有临时通知负责人到现场。我们过去半年就有4次无预警的稽查，远高于中央法规的规定。我们都有检核的机制，也一定留有记录会追踪，所以一旦发现有这样的情势，就是重罚。我们是希望市政府能够多做预防的事，而不是说每次都是事情发生了，然后说处罚了事。那这样的话，家长还是不能够安心。民进党列出台北市真最近发生苦毒囡仔案件的集团式经营的幼稚园去用废止了后改名搁立案，对这件代志教育局驳回，讲大部分是现有的组织换其他业者来接手，嘛强调讲只要幼稚园发生任何违法的代志，市府一定会照法律严格来追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股市，虽然美股涨了，台股早盘伫台积电联发科的带动，开盘无偌久就起超过430点，也毋过刷来卖压正重，收盘是落170点，收伫44225点。台股今仔是震动超过600点，虽然台积电、联发科拢起，也毋过中小型的股是卖压正重，落尾收盘是落170点。日本的股市今仔早盘是起超过300点，也毋过嘛是收乌，盘中阁大落超过1000点。韩国今仔是平盘，台股最近违约交怪案件甲金额是拢增加真侪。金管会嘛表示讲，目前正在检讨未来无排除投资人若发生头一届违约交怪，未来会伫期限内要求户头都要有够额的钱来降低市场交易的风险。今仔开始，城镇轮线演习嘛配合汉光演习，全国22个县市是分5区轮流操演。早起南部的3个县市拍头阵，透早10点到10点半，空军司令部发送国家级的警报，台南、高雄甲屏东拢来实施人甲车的交通管制。长因第3届南部地区初一透早10点至10点半，拢咧实施2026城镇轮线防空演习，配合国军汉光42号演习，时间一个到，空军司令部运用空中威胁系统，发送国家级警报。副总统萧美琴和美国在台协会代表拢到高雄市现场，高雄针对大众运输和卖场避难做检验。演习的时有民众骑脚踏车，无闭去内面，嘛有车停在路边，警方甲民众看到拢有改善，并无开发。在防法里面，未来所有的368个乡镇都要编成防灾协作中心。防灾协作中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协助这368个乡镇的应变中心处理一些重大事项。这回台南、高雄甲屏东同时间展开高规格演习，较特别的是，这回南部敢若实施防空疏散，并无实施网络降速，全面落实正式的防护。过程敢若真的共款。台南市长会同中央指导官到新野火车站国小等所在指导观察，动员约3000人。这回头摆刷来透早演练，兼备2台空袭机，掌握整个状况。其实大家都非常认真的执行。未来不管是天然灾害也好，或者是需要碰到了战争需要也好，那我们都有非常精实这个这个演练。南部防空演习圆满结束，这回透过跨单位动员和集兵演练，检验防空疏散和灾防救援机制。真正无法度暗算，敢若会当透过平常时实际演习来训练大家应变变化的能力。万不幸，若真正当着，才通甲伤害降到上低。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行政院早起熄灯1点钟后才开放供电，台电是表示讲，这是因为行政院内部的设备异常。因为当下进行汉光演习，国民党立委王宏威就质疑，另外论性甲陈亚丁论性拢是假。也毋过，民进党立委郭书瑶是指出讲，这是单一事件，无必要放大，嘛牵拖到能源政策。早龙规片暗扫扫，行政院园区初7日透早发生供电故障，因为天气是热翕翕，真侪人走到门卡口来等待。台电的车就伫咧行政院外口，人员到现场赶紧来抢修。台电讲，行政院是伫咧早起7点34分熄电，现场确认是内部的设备有故障。若8点34分电就拢已经来啊。今年汉光演习初5登场，声电轮性演习嘛做伙来展开。行政院雄雄熄电，互哪位的质疑声电的轮性变做是咧画口号。这显示啊，我们的能源韧性真的非常有问题。如果行政院自己停电，然后第一时间备用电源没有办法及时供应上，这已经显示我们所谓的城镇韧性已经有很大的破洞了。只要碰到用电的问题，我想蓝白都会无限上纲到缺电，都会无限上纲到能源政策，都把它来作为政治的攻击。专家分析，行政院是国家上悬行政决策的所在，熄电除了冲击日常的行政作业，嘛有可能会甲各部会之间的沟通出现空隙。若是相关的备案机制无稳定，佮拄到一寡重大命令要来发布，恐惊就会错失先机。电力跟资讯这个本来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直管的界面啊，你没有这些东西通联，你很难去做后续的处置，不管是通联啊，或者是一些甚至于是一些命令的这个下达，这些都必须要纳入备援的机制。专家呼吁一寡重要的相关单位甲机关，唔但要有电力有备的资源，包括资通讯等等环的甲直的联络机制，拢要有即时应变的措施，才袂互敌军会使软空软碰，偷偷啊攻击咱。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文山区警美派出所的警察今仔饭店看到一台货车，驾驶是哪塞车、哪食薰，车道阁有载人，所以进行民检，驾驶袂愿配合，进行毒品快筛，结果是有食安非他命的反应。这个驾驶车单的人就落跑，警察嘛对抗来开枪警告。原警依法遏止无效，考量现场昏暗且恐危及人车安全，遂依法对空鸣枪示警，并通报线上警力展开围捕。最后，警方于文山区新德路一处楼梯间将邱贤查获，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表示讲，对昨半点钟落尾是伫一栋公寓掠到这个驾驶，嘛给移送北检。另外，车顶有2个人，因为看起来是正常，嘛无做毒品的快筛。再来看外送专法实施了后，有外送员的团体今仔指控讲 Uber Eats 平台承诺车会依照规定，甲订来计算薪水，结果发现讲公司嘛无甲每一笔订单来分开计算，所以因后礼拜会来提出加重诈欺的告诉。劳动部是强调讲会依法来行政。外送员拍拼争取外送专法，总算伫7月2日起行。外送员团体初7甲劳动部订正，指控 Uber Eats 伫专法实施进前，为着避免外送员爆发寄送风潮，平台发布公告，承诺8月初内会照法定基本报酬，甲薪水报好到，结果煞无采一单一价的方式来付薪水。如果平台拒不改正的话，我们下周将会到地检署正式按铃提告外送平台 Uber Eats 涉及加重诈欺罪之罪嫌。外送团体成员以自身的外送经历，得知点出平台违规的情况，强调照专法，伊连续送2单，总共开54分钟，应该爱赚差不多220块。不过平台煞违法，闪一单一价的原则，干那算互伊118块，违法得利102块，必须将因的辛苦钱转做企业的违法得利。平台透过所有的 APP 去跟司机讲说，我们的每笔订单只有重叠的部分全部都要除以2，全部都要被扣钱。我们认为平台它是一个明确知法又犯法的情况。过查证属实，确实是有违法事实，那我们会以按人处罚的方式来去做裁罚，同时每案的处罚金额会以2万块以上来去做处理。
对此，劳动部强调，平台若准无依法将达单的外送服务时间实实在在算好好，外送员一检举会裁罚到改正为止。不过，平台发出声明，强调新法上路了后，外送员的报酬提悬18.2%，整体订单量维持稳定，会向主管机关说明实际运作方式。不过，并无对外送团体指控具体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伫7月提出8万户社畜家庭支持计划修正版本，本地拍算讲要起13万户的社会主体，所抬价只剩3万户。外界质疑讲赖总统的政见跳票，内政部长刘世峰当时表示讲，全国尤其是6都无人住的厝计价受60多万间，创新高。若阁起新的，恐惊会造成真侪空厝。政见跳票创恶例，弃守社宅毁制度。即马厝价悬，厝税也愈来愈贵，为着要实现居住正义，政府推动社会主体。有兵团指出，行政院7月提出的8万户租厝家庭支持计划，这个新的修正版本，缩减114年至121年，这8年原本讲要起的13万户，减做剩3万户，改用包租代管的方式取代，这支赖总统的政见跳票。以这个无爱起社会主体这个做法，基本上是背离咱10几年来规个台湾的社会主体的政策的路线。兵团也表示，社会主体因为是公共的建设，有无障碍的设施甲托育空间，依法也要保障弱势，互身心障碍者、高龄者、青年、结婚生囝的家庭有优先入去段的权益。这个拢是包租代管甲租金补贴无法度取代的。咱社会主体袂当摆脱弱势，咱甚至是会弱势优先包租代管这个市场。会牵涉到这个厝主是不是愿意将厝租给老人？直接兴办，你盖完是留给下一代子孙，留给我们的弱势，留给我们的老人，留给我们北漂的年轻人一个安稳的、稳定的，由政府主导，不会有租屋歧视的一个租屋空间。那内政部长蔡乐是回应讲，目前全国尤其是6都无人住的厝，总共有60多万间，已经创新高。若是搁起新厝，恐惊会造成空厝愈来愈侪。也强调，包租代管也算是社会主体的一种，毋是一定要起新厝才算是社会主体。记者郭玉琪、王志光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进前宣布讲，要全面来废除无身份移民子女的公民权，也毋过是互最高法院裁定违宪。川普昨签署2项行政命令，要来限制去美国生囝的生育旅游。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concerning birthright. 美国总统川普搁一届要来挑战出生公民权，找到伊签2项行政命令，想要伫咧宪法的限制之下来找出一条出路。You have one man came in with a family, said he had 56 children. Another one came in, they said they had 98 children. This was not what it was for. 最高法院伫今年6月用6票对3票裁定宪法第14修正案，保障所有伫美国出生的人自一出世到美国国籍，等于是拍清美国总统川普进前的禁令。不过，即马白宫就决定要来甲政策了调整一下。这2项命令，头一项是将外国敌对势力、恐怖组织成员，也搁有外国政府代理人的囡仔，拢排除在公民权之外。The second action that he's taking, which is especially historic, is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in American history to ban birth tourism. 第2项行政命令是直接甲借旅游商务的名义入境台山的人定义做是入境诈欺，国务院甲国土安全部会全力打击代办业者，而且拒绝发签证。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pretending to be a visitor, saying they want to go to Disneyland, they want to go visit a monument or go to a national park, but the real reason they're here is to have a child. 不过民权团体就警告，这新的命令本质上嘛是违宪的，拍算要来赶紧提出告诉。所以川普的新政策，若个上宪法法庭敢拼赢咧，国际拢紧紧看。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2023年10月发生以下战争，巴勒斯坦统计有超过73000个人死亡。前几日伫红十字会协助挖出2023年因为空袭死亡2大家族112个人的遗体，嘛办丧礼。这嘛是这场战争加速当地上大规模的联合丧礼。8
8月初是迄天，112区抗巴勒斯坦国旗的遗体，照排列伫加萨中部城市迪尔巴拉，数百个巴勒斯坦民众徛伫边仔为因送别。这个遗体是2023年11月2日，以色列空袭的罹难者，而且大多数拢是当地2大家族的成员。这当中包括约40个囡仔、约40个妇人人，也有7个心脏人士。 من هذا المكان من هذه الجنازة التاريخية نقول للعالم يجب أن تدركوا خطورة هذه القضية يجب أن تدركوا خطورة هذه المعاناة التي يعيشها أبناء شعبنا في قطاع غزة 加塞民防机构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用约2礼拜的时间，136点钟，亲手把这个遗体对土石当中挖出来。这场以色列约3天前的空袭行动，造成2个家族308个人死亡。迄当阵，敢若挖到40具遗体，其他的拢犹阁待调咧。挖落来的家族成员表示，这个家族已经有7个分子伫个户籍，互人归户除名，显未登去。另外，也阁有3个分子，敢若剩1个人挖落来。 جلس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لأن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كله ضحية كل الناس يعني تحت الأنقاض يعني لا حاربوا ولا حملوا سلاح ولا حملوا شيء 到8月初的统计，加沙地区伫以哈冲突当中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73000人，也阁有真侪遗体互人待伫个土石堆下底，所以实际数字并这犹阁较侪。美国总统川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7月底宣布，哈马斯甲加沙境内所有武装的团体已经同意一项完全解除武装的历史性协议，同意分阶段交出重型的武器，而且甲地道防护派。也毋过前提是以色列必须爱先对加沙撤军，以色列已经拒绝哈马斯的条件，原底敢若卡达、埃及甲土耳其3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伫加沙的侵犯甲军事行动。到初六已经增加到8个国家。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过来消息来看，高雄市无党籍原住民议员范吉钦，亲像针对地方的工程受业请的恶势，暂时互检方所查约谈，事后认定讲伊罪嫌重大，嘛向法院来申请羁押禁见。谢议长。 总集顺追踪山区建设的进度，高雄市无党籍的原住民议员范吉钦疑似恶势，找了去桥头地检署约谈，因为伊捌是原地高雄县上少年，嘛是头一个原住民族的校长，佮捌做过高雄市原民会主委。消息传出来，大家拢错一条。我也是6点多接到消息，就是问了家里人之后，他们也一无所悉。 那我早上也问了，就是不知道，就很突然，所以大家都一无所悉。港府告白小妹立委吴丽华表示唔知影。根据检方的资料，范吉钦疑似涉入原住民地方的工程，甲相关的工程业者罗练乌势。检调接到通报了后，就去敲找，而且约谈涉案人甲证人了后，认定范吉钦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等罪嫌。高雄市议员涉嫌向工程设计公司、营造公司、 土木公司索取贿赂，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范某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重大。伫台下顶唱歌，范吉钦积极参加原住民的活动，不过检方认定范吉钦嫌疑重大，而且有羁押的原因甲必要，已经甲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桥头地院初7透早已经收件，煞尾会召开羁押庭，裁定是毋是要羁押。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环保团体早起质疑讲，政府敢是按算要甲闸门溪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来进行改变？伊是真烦恼讲，若放任管制，一寡有污染性的开发案，恐惊会影响到环境甲水质。也毋过，水利署甲自来水公司是表示讲，现阶段无申请改变的规划。守护中文心，反对解编。真侪环保团体大声喊口号，反对甲闸门溪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甲改变，就惊讲管制若甲放任，会引进污染性的开发，对环境甲民生用水造成非常大的冲击。解编完以后，会有什么东西来进驻？大饭店啊、游乐区啊、高尔夫球场，甚至我们的垃圾掩埋场，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哦，人口比较稀少，就上来了。我一方面要保护水资源，然后要划设保护区，那却又要解编。这样的解编之后，会不会造成中游、下游产业，甚至是整个生态的改变？款团的烦恼是因为2018年的精简计划，行政院核定28亿，要来改善台南山上的水场的供水系统，也个按工业引水的专门管线提供予南科来用水。即马看到工业的专门管线，就要来完工啊！
专门溪自来水的保护区说出现改变的声音，嘛，互环团质疑，精尖计划是为着改变要来铺路，强烈反对将管制放零。其实它跟前瞻计划这个计划是没有挂钩的，哈，也没有绝对的关系。它要解编，它有个法定程序，绝对不是今天说没有，明天就可以解编，没有这回事。目前现阶段是没有要申请，以后会申请吗？目前是不会申请解编的。水利署回应，这项精尖计划工程甲水源保护区改编无任何的关系。台水公司补充讲，现阶段未来申请改编。那台南市府是无表达立场，干那讲这毋是因管的代志。另外，南科管理局是表示，只要水质有合格，会尊重相关单位的调度。记者综合报道。婚姻馆推动伫厝急症照护第3档路，嘛已经协助450外个案。县政府嘛甲医疗组织做伙来办体验的营队，互对于健康照护有兴趣的少年人，会当透过营队来入捌伫厝医疗，嘛佫会当请愈侪人来投入。婚姻馆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而且土地正宽，交通无利便。为着要来提升偏乡的医疗，婚姻馆府伫咧3档前推动居家医疗，也佫在地急症照护、甲整合性健康照护网等等，希望甲医疗服务早日去到乡亲的厝里。我们已经协助450个个案，他不用到医院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急诊带床哈，甚至于冒着这个可能院内感染的一个风险哈。那我想也减少了家人的一个照顾的一个负担。婚姻馆卫生局表示，为着互更较侪健康照护相关领域的少年未来当加入在地医疗照护的工作，今年将重点放伫咧培养人才，希望透过甲台湾在地医疗协会举办体验营，互因去学习实在在地医疗。最主要呢，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让医疗跟我们的长照可以相结合，让长照、医疗跟家人这家庭照顾者一起来共同照顾这个病人，然后维护这个病人的尊严啊。台湾在地医疗协会就讲，在地医疗体验营安排专题讲座、实地参访，也有模拟出诊等等，引导学员为无同款的面向来认捌在地医疗，未来正做这项工课人才，提悬投入高龄医疗照护意愿。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头城代表会昨审查通过公所追加的8400万要破发现金3000块的预算，也毋过代表又实在是表示反对，伊烦恼发现金互民众会影响到新设幼龄园、立骨塔等建设，也毋过公所是表示讲绝对袂有影响，嘛强调讲爱算10月要发钱。3000块现金找到进前，只要细少伫头城，就领会到。头城顶面代表会审议通过，定公所追加8400万，破发现金3000块预算，毋过有代表反对。今仔日如果讲咱该做这硬体拢做好啊，立骨塔嘛起好啊，叫我因代表会去过唔定啊，你嘛拢完成啊，卖讲3000啊，5000我嘛赞同规划。尤其在要求要伫会议记录当中签名反对这条预算，伊认为破发现金的预算来源是因为公所调工唔执行，真侪年前就规划好的新设的灵骨塔、佮幼稚园等等的建设预算，钱才有剩，根本是占建设的预算来发现金，而且今年是选举年，安尼做无妥当。所以讲代表担心着讲是毋是会去影响到这个排挤到其他预算，我想直接来大家报告完全无可能。不过会议当中有代表认为预算来源无违法，破发现金就无问题。这条追加预算落尾也是伫代表会审议通过，定公所是强调钱库量上，破发现金完全未占到建设的预算，而且拢是去年存的钱。有对咱百姓有照顾啊，有帮助有照顾，安尼百姓就生活较好过。买来食，买来食，对啊。还是做公益事件啊，上次公益。民众对破发现金是真欢喜，定公所表示，破发现金是因应最近关税冲击，各路市场衰退，也个地方产业发展的挑战，希望当振兴民间的消费甲地方的经济，带动观光甲在地产业的发展，按算上紧10月就会发钱。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伫2016年引进 T Bike， 也毋过伫2023年2月开始全面换做 U Bike。台南市的环保局最近是整理一批 T Bike， 大约200台要来卖，因为计销俗俗啊，所以嘛，真侪民众抢要买。
若是路途较短，民众骑铁马嘛是一个好选择。台南市环保局今年接到的交通局一批退休的 T-bike， 为着落实资源循环再利用，把这批 T-bike 整理了后重新上市。我知道这里有卖一些就是环保局收的东西。对，我平常就有在用 U-bike， 所以就省很多钱。因为他要说现场要来现场拍啊，然后又不能预定啊。足侪民众透早8点就来排队，就是为着要抢俗搁好用、状况搁真好的 T-bike。事实上，环保局113年头一摆推出退休的 T-bike 适合脚踏车，伫咧卖时阵就成足侪民众伫咧抢。为着回应市民的期待，今年搁卖一摆，互搁较侪民众有机会通买到。就是因为他已经退役了，那我们就是秉持着资源循环再使用的一个精神，然后我们就把它稍微简单整修一下，然后就是用2手脚踏车的方式来做贩售。第一位排队的民众，他说他4点半就来排队了。台南市从2016年启用 T-bike，2023年2月换做 U-bike， 这摆退休的 T-bike 要卖拢总有200台，逐工敢若限10台在卖，一台卖500块。环保局就强调，退休的公共自行车不是废弃物，是会当再利用的资源，希望会当互循环经济融入市民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有39间的艺文馆，桃园市的审计处调查发现有部分的艺文馆，尤其是真少拢了钱。也毋过文化部是表示讲，艺文馆有保存文字甲教育的功能，是无法度用参观的人数还是收入来评论好歹。这是龟山县公里川贯穿文化园区，1968年起的，是桃园市唯一完整保留宪兵眷属的宿舍，记录台湾早期宪兵部队的发展，也有贯穿生活的演变。如今煞互审计部点名，面对人气下降，也有收支出现红利的状况。有人若有闲就来看，来去参观啊，入去内底看，看遐古董啊。你讲什么时阵人较济？拜六礼拜较济啦。是不是觉得游客人有比较少？比较少。哦，怎么说？有参观一次，没有第二次了啦。对呀，就没有新的花样就是了。没有新的花样。桃园市39位的艺文馆舍，这3档的参访人数突破332万。审计处的调查发现，部分馆舍的参访人数有下降，其中宪公里川贯穿文化园区，平均每一天的参访人数由2024年的488人，到去年敢若剩292人。认为应该强化跨局处的合作，提升行销，也有永续的经营。审计处对于桃园市文化局很多的艺文馆舍的这个解读我们认为是对艺文馆舍经营的不理解那也有一些资讯的这个错接。文化局讲，历史建筑甲文字场馆有公益，也有文化保存的意义。历史建筑甲古迹的维护成本是非常的高，甲一般的空间无同款。袂当干那用参访的人数，也是收支来评估绩效。未来卖办无同款的展览、跨领域的合作、所有的行销，也有公司合作等等的方式，继续提升文化体验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华人的流浪动物领养率，最近这4档平均只有2成到3成。审计师是认为领养率甲全国比起来较低，县内收养流浪动物的园区嘛拢是满的，应该爱检讨。看到有人来，大只狗仔海尾溜，欢喜甲袂输要叫人带伊出去。其中一只加必须的土豆，大一档了后，今仔日总算拄到一对母仔囝，一大路为台东中边来认饲，幸福的表情转写伫面。我们狗狗就是半年前过世，我一直想要就是再有一只狗，所以我们就一直都有在 follow 就是这边的那个收容所的讯息。不过其他的狗仔猫仔想要互认饲，恐惊就无遐尼简单。审计师就公布，花莲4档内狗仔猫仔认养率敢若2成到3成，比全国平均佫差真侪。护议员批评官府根本无重视流浪动物的问题。在凤林设置这个狗猫跃动园区，没有非常的公开或者对外的资讯揭露，但是它只有350只的容量哦，每到快8成，它其实就是满载。有一些在这里的收容的
狗猫其实他们都待了很久的时间，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啊。县府动植物防疫所表示，狗仔猫仔育动园区法定收容量是330只狗仔，20只猫仔，收容量若达到7成，就会停止收容。为着避免一直满载，其实拢有办人气的活动，不过花莲人较少，领养率真歹提悬。我们花莲的总人口数目前大概31万。那如果扣掉未成年跟比较年长的长辈，大概剩下22万左右。有一些是比较不喜欢动物，那我们假设是各占50%的话，大概差不多10万到11万。那以现在已经有养狗猫的这个人口数来看的话，那其实相对会再去认养的的确就会有一些的困难度。花莲县府嘛提供114年的数据，新北市的人口数差不多是404万人，动物收容所的领养率是94%。那花莲县人口数是差不多31万人，动物收容所的领养率是37%。县府强调，收容单位拢希望狗仔猫仔会当有好的归属，毋望审计单位的计算方式会当加入其他的指数。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的肉品市场已经使用要40档了，设备真久。附近的屏东健康产业园区的屏东医大病院9月底就要开始营运。这个肉品市场要刷去倒位，目前是阁无进度。县政府表示讲已经有请专业的团队来评估，望讲今年底会当有结果。对过记载房仔无用咧施工，工地人员赶进度。屏东医大病院要起好啊，29月底就要启用。这个所在嘛是未来屏东健康产业园区的范围。不过外界认为，医疗园区边仔就是肉品市场，敢若无介理想。有关议员伫5年前就建议，肉品市场爱刷所在。不过到今拢无进一步的消息。选址的部分也要涉及到所谓的交通便利，然后人口密集，还有我们的环境敏感区位的部分哈，所以选址上可能会比较困难。那我们也积极在评估选址当中。屏东县肉品市场，逐工拢有猪仔拍卖和台猪作业，占地大约4公顷。每年交易量33万只猪，产值超过38亿。但是肉品市场的环境较无理想，猪仔拢较有臭味，造成县府选址有一定的困难度。县议员表示，若有适合的地点，会到协助沟通，希望赶紧找到好的所在。医院准备要启用了哈，其实有这样子一个肉品的一个设施在旁边啊，确实是会造成一些困扰啦。有曾经努力过哪些地方，我们可以去帮忙去协调、去沟通的。那我希望县政府这边还是可以再来努力一下。面对医大病院特别启用，肉品市场搬线一直无法度定案。屏东县政府表示，今年4月已经委托专业团队伫县内继续评估适合的地点，希望今年底进前完成选址作业。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有84档历史的新竹市消防博物馆，经过5档的整修，今仔搁再开放，加保存真侪早期的消防文物，毛地档、防灾、水灾、教火灾等防灾的体验，咱做伙来看卖。中手大力嘅摇，就发出警报声。这台是已经有30多年历史的水灵车，过去捌用过这台古董水灵车拍火消防队员，讲到过去拢是火药。出勤的第一辆车都是由这一台来出勤，那由指挥官驾驶，那指挥官坐这边，另外2侧各要有一个苗子手一个负责帮忙摇蜂鸣器。那后面还要有2位为苗子手，一个敲警钟。新竹市消防博物馆是1942年起的，到今已经有84年的历史。过去捌是大新竹地区上悬的建筑物，经过5档外的修复，拜5重新开放。建筑师表示，因为建物的袂少建材，目前市面上已经拢找无，也有修复过程拄到袂少困难。它的瓷砖非常特别，是那个布纹砖。布纹砖现在已经没有生产了，包括一些比较旧的材料，我们都要去把它仿做，然后再做回去，按照古迹的工法做回去。早期这个是新竹最高的一个建筑，那尤其我们可以看到6楼顶的钟楼的部分，以前都是我们在那边是一个守望相助值班的一个地点。那因为这个早期是最高的一个地点，所以那边有值班的人员，他一看到哪边有火或是烟，我们就会指派消防车前往。消防博物馆除了展示过去的消防设施以外，伫内底也有地动、烧火、防护这的体验知识，让民众会当咧参观历史文物的时，来当加强防灾的知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南投第三有238栋历史的林宗本堂，最近要请人来翻新门神的彩绘。有专家是表示讲，这原本是中部真出名的彩绘师郭焕洲在新的作品，地方希望讲应该爱保存落来。南投县政府今仔嘛甲专家学者去会勘，来想办法保存。这是南投德山有238栋历史的林家祖师宗本堂，最近拍算进行门神彩绘修理。南投文化局和专家学者拜五来会勘，艺术大学教授柯良进一个看，就认出这是名家郭焕忠的作品。这是足明确的是郭焕忠先生因迄个体系迄种门神班啦，包括伊这个剑啦，包括伊的手势咧。吐喙手这个部分，这需要有真大的迄个画图的迄个功力，而且有可能遮尔流畅的迄种笔法。阮是认为讲会当做新的门帮来替换起来，这个就做文物来保存。一摆片下面有一个徛名，写着天赦，这是画师柯焕忠的孙柯天赦的名。文化界人士认为有保存的价值，建议规片门换新的，旧的拆落来保存。啊，不过林宗本堂主委表示，修理费有算只有43万外，换新的爱100多万，无法度负担。阮的预算才43万5，但是咧，我有拜托个工业师讲，你若这收起来，来装做新的门类，爱偌济？因为爱请120万啦，加出来部分来互政府会当甲阮斗下去，互阮安尼吼，会当好法来保存一个迄个。因为距离大地动的关系，南投真侪珍贵的文物拢乌有去。门神彩绘保存，较会引起关心。目前门神的彩绘并无文书的身份，南投文化局是建议林宗本堂的管理委员会依照文字法提出申请，交予专家来认定，互伊有文字的身份受到保护。文化局会当来协助。记者杨秋南投报道。再来看今年第13风台北海猪肉挖进台湾，气象署伫下晡2点半嘛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风台拜六礼拜会上挖进咱台湾的北部。大家嘛拢真关心讲，敢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咧？气象署是表示讲，这爱看风台敢会往南移动。明仔载后日北部地区有可能会落大雨，还是讲落大水雨。拜五是立秋，俗语讲立秋一日，落雨一日凉。意思是会开始渐渐降温，不过受中度风台北海底外围环流沉降影响，气象署拜五针对双北等11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宜兰甚至可能升温到38度。气象署提醒，拜六暗到礼拜是风台上过台湾的时阵，拜五已经有一寡雨水入来，土地会陆续开始落雨。拜六礼拜，中部山区甲北部地区要注意大雨，也是局部的大水雨。若拜六父亲节当天，东北部山区也可能落大雨。在周末是台风最靠近的时候，提醒大家，周末台风从北边海面通过的时候，在中部山区、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雨或豪雨，其中在台中以北的山区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而在明天父亲节那一天，星期六的时候，连东北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大雨。气象署预告，后礼拜日北海底风台就会刷向中国去，台湾大部分地区的雨水会渐渐转好。不过南部受到西南风影响，有当时雨会落较大阵，提醒乡亲还是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董家良、谢桂林台北报道。下晡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晡3点，咱再会。
了。